到啊，啲人啊，全部啊都已經喺度搶購緊啦，真係大家完全冇其他嘢做緊啊，淨係喺度諗緊啊，快啲落單，我要自己嘅單位啊！所以啊，你哋真係唔好諗啦，諗到而家咧就真係可能揀到自己嘅單位㗎啦。8點鐘，而家又講下咧，得翻20分鐘多啲嘅啫喎，咁你再諗落去咧就冇㗎啦，我哋就要加息加呢個2%或以上嘅價錢㗎啦。冇錯啦，呢條龍真係水泄不通啊，非常之擠擁㗎喎。咁咧，如果仲要係20分鐘都唔夠嘅時間咧，就已經距離咗8點鐘啦。咁大家都要咧夾緊個機會啊，就靠騰出揀翻你嘅心水單位啦。咁就唔好錯過呢個咧咁重要嘅時刻啦，密室良機啊各位。冇錯啦，二龍山本身就係優點同優勢啊，加上你今年已經多次減息啦，依家翻出中樓仲抵過掃樓嘅喎，天時地利人和，大家一定要喺8點前快啲搶購心水嘅單位啊！而家我哋亦都有一項最新嘅消息公布啊，因為反應熱烈，我哋咧加推25個單位嘅喎。係啦，大家快啲揀啦！我哋而家加推25個單位，同大家介紹翻就係第一座嘅 A B C D E 單位，第一座嘅 A B C D E 單位㗎，第一座嘅 A 單位係1407尺啊，係4房2房嘅單位，而且橫廳設計，望向呢度4級沙田馬場嘅喎。至於第一座嘅 B 單位係893尺，係3房單位，同樣呢個望到我哋馬場景嘅喎。而第一座嘅 C 單位、B 單位同 E 單位都係700餘尺嘅，而 C 單位係望到極開揚嘅沙田景，全個御龍山只有第一座嘅 C 單位啦，可以望到呢個景緻嘅啦。而第一座嘅 D.E 單位，單位啊，都係2房嘅設計，係望到連9套山嘅山景嘅喎。大家望下售樓部嗰邊啊，人頭湧湧，相當之擠擁啊！大家要快啲趁住8點前就快啲逼過去買揀自己心水嘅單位啦，因為反應熱烈啊！我哋將會今晚嘅8點鐘就會全面加價，加幅至少2%以上啊！大家依家買嘅就等於慳翻2%，其實好多錢嘅喎，慳翻。同埋咧，我哋御龍山呢個咁靚嘅樓盤咧，真係唔知等幾多年啦，跟住咧我哋真係會睇樓盤啦。因為我哋御龍山呢個項目咧係唯一可以望到我哋呢一個嘅國際級嘅華匯馬場景觀㗎。咁而且仲係坐落喺一個港鐵位置咧，都會非常之罕有嘅喎，真係都唔知有幾多年先到呢一次機會，真係罕有難求喎。我哋求下嘢同大家報時咯，依家仲有咩景點啊？剛剛好，仲有係距離8點鐘20分鐘啊！哇，20分鐘嘅時間，嗰啲人頭湧要逼過去都差唔多喎。係啊，先由你去到幾鐘頭講，佢得翻咧，就有20分鐘咁少啫喎。係啊，剩翻20分鐘啊，大家真係唔好諗啦，而家係條龍㗎，好啦，大家快啲選擇啲心水嘅單位啦，因為咧呢個咁好嘅盤，咁多優勢嘅盤咧，真係咧千載難逢㗎喎，大家咧要快啲趁手啦，加上咧今年其實已經有多次嘅減息啦，而家當中咧供樓仲抵過租樓㗎喎，要等咧就要等多好幾年㗎啦，都冇呢個今日呢個咁筍嘅機會啊！係都唔知等幾多年先至呢個咁靚嘅樓盤單位啦，因為我哋御龍山咧真係咧係少之又少啊，係一個咁長嘅500米同埋22萬尺嘅會所啦，再加上咧仲係你圍住港鐵同埋望到呢一個嘅沙田國際級華匯馬場喎，你話揾唔揾到呢個咁正嘅御龍山單位咧？我哋真係咧都唔知等幾多年先至等到啊！大家仲唔趁住呢個機會搶下我哋御龍山嘅單位，仲有20分鐘嘅時間咋？冇錯啦，有好消息要公佈啊！因為我哋咧依家會推售25個單位，就係第一座嘅 A B C D E 單位，第一座嘅 A B C D E 單位啊，同大家介紹翻第一座嘅 A 單位係1407尺，係4房連工人房橫廳設計嘅單位，仲可以望到我哋馬場嘅景觀添喎。而第一座嘅 B 單位係3房嘅設計，
893尺。至於第一座嘅 CBD 單位咧，都係700元尺價。意外於第一座嘅 C 單位啊，係望向傑開陽嘅沙田景，係望向傑開陽嘅沙田景，全個御龍山市嘅呢個單位咧，係望到呢個景觀。